我不想向你父王討要任何東西。你当真以为我父王是施恩图報之人？况且，你要先过了眼前再说。其实你知道，我父王心里一直很喜欢你，而且，我父王是个有情有义、很值得人仰慕的男子。子歇，子歇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月儿。姐姐身受之苦，小冉性命攸关，我要去救小冉，去救姐姐，子歇会等我的。月儿，记得公孙衍刚到秦国的时候，还是我给大王引荐的他。那时候的公孙衍，青年才俊，意气风发。第一次与大王见面，他與大王仿佛是前世的緣分，促膝交談了一夜。寡人因公孫衍攻占河西之地，和誘俘魏國主將公子昂的功勞，封他為秦國的大良造，這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的殊榮。寡人真不信，他會背棄大秦。大王，人心是會變的，有的人永遠貪心不足。何況眼下張子與大良造水火不容，魏王又不停地差人給大良造送禮，我想目的只有兩個：一是為提醒他還欠着魏國的人情；二呢，是為讓他知曉，說到底只有魏國人對魏國人更親一些。當下秦國權力三分，張儀與公孫衍相爭，正好讓公孫衍再生意念。公孫衍一向是心高氣盛，魏王對公孫衍又是志在必得。對於公孫衍，大王還是盡人事，聽天命吧。大王，穆堅來了，讓他進來。是。大王，出了何事？是關於羋月的弟弟偷了公子壯的劍，魏夫人要施以宮刑。你是如何知道此事的？是魏良人叫侍女給老奴報的信兒。這個魏良人倒是個有心人。這個事說小也小，說大也大，老奴拿不定主意，
所以才決定跑這一趟。一個小女子遇到這種事情，該是天塌了。大王要幫他，他要寡人幫他嗎？這我就不知道了。是。来，喝酒。哎呀，后宫之事不勝其煩，大王到我這兒喝杯酒都不能踏實。當初長姐為我打理後宮的時候啊，寡人的耳根子清淨多了。後宮女人多，是非也多，但大王過去好像對這些是是非非並不往心裡去。後宮沒變，大王卻變了，是不是？大王又有心上之人了？長姐有雍大人常來陪伴，在北郊行宮過着神仙般的日子，還拿寡人來打趣。這麼說，大王今晚住在我的宮裡，難免孤單，讓姐姐安排一個好女子給大王侍寢。無妨。大王，芈月來了。她来了？是。她真的来了。看看去。哪个芈月呀？是不是那个伶牙俐齒的小丫頭？是。這麼說，今夜不用我安排，大王也有侍寢的人了。此事寡人已經知道，既然有王後的應允，宮刑可免。但按秦律，偷盜他人財物必須責罰，哪怕是寡人的兄弟，也不能網開一面。眼下魏夫人執掌後宮，行事雖有些急躁，但並無大錯。那不是偷，那把劍是公子壯丟棄在草叢裡的，是生了鏽的。怎麼不是偷？那是誰家的園子？他拿走那把劍，告知了公子壯，並得到許可了嗎？大王明示芈月，如何才能救弟弟？我大秦以法立信，刑上大夫，寡人幫不了你。